下个月就是旧历过年，袂少人会趁过年进前伫咧厝内找粿。新北市本土语推广协会今仔日去清华大学举办亲子活动，现场有台语老师带大家认捌红菇粿的故事，各用黏土互大家体验做红菇粿，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。哇，红菇粿规个面笑眯眯，伊讲足欢喜找到真侪好姊妹啊！ 因就烧酒出去耍哦。透过讲故事的方式，互现场的囡仔知影红菇粿生做啥物款。故事中除了有红菇粿，阁有发粿、面具等等，拢是真侪民众过年时拢会传来拜拜的物件。囡仔嘛对过程中学到各种台语的讲法。一般拢是过年才会食嘛，敢会过年还拜拜，我嘛唔知。哎呀，就想讲今仔日讲故事这个题材，就要带因来听呢。 趣味啊，互囡仔有机会当认识台语安尼。安尼教上好啊，哦，做一个示范啊就对啦，啊有一个视频啊，视频互伊看呢，啊搁甲教上好。加油！来，这边，洗个头了。活动中，阁互囡仔用黏土甲模啊体验做红菇粿，不论大人囡仔，大家拢算甲真欢喜。 透过手做的过程，是制作的过程来知影讲一寡做粿的名词、台语的名词，伊的材料，比如讲是糯米、粿模，搁粿册等等的名词。安尼透过这实际制作方式，囡仔就会更较会记得这的名词。 趣味的台语活动，唔但互大家学台语、讲台语，也提早感受过年过节的气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